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1月初7的迦南之声。我是优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奇异恩典，天国子民的抉择。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7章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，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无论要什么，求就会得着。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，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。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另外有2个罪犯也一起被钉十字架，一个在耶稣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而这2个罪犯都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苦。其中一个罪犯虽然自己也很痛苦，他却讥诮耶稣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而另外一个却责备那罪犯说：“你同样受刑，你就不怕上帝吗？”于是他对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你作王临到的时候，求你记得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。”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抉择，一个得救，另一个没有得救。我们来看天国子民是如何做选择。有2条路，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宽门大路，你可以自己选择啊，你可以自行来决定，来行动，但是最终这条路的结局就是引到灭亡。另外一条是窄门小路，不好走，难走，因为它受主的限制，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好多这些的规范哦，但是结局是目的地到永生。经文耶稣也提到了2种果树，一个是好树结好果子，代表着神圣生命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坏的树结坏果子，天然生命结出败坏的果子。一个是属神的，一个是属血气的。其中有看到2样的工作。有时候虽然奉主名在做一些属灵的工作，好像在服事啊，却因不法而不蒙主称许。传道、赶鬼和行异能，看起来好像都是做属灵的工作啊，而他们这些工作也都是奉主的名来做，表明他们都做对了正当的属灵工作。但是做正当的属灵工作并不一定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很可能是随着自己的意识爱好来做最后的决定，甚至可能是出于嫉妒、纷争、败坏。你在做这些服事的时候，你是出于对神的敬畏，还是出于要彰显自己的名声地位呢？第2个是凡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这样的人可以进天国。另外耶稣也提到2种根基哦，听道并且行道是经得起考验。因为天国子民的生活和工作，若是以主的话做根基，
就能够经得起从各方面来的环境考验、事物的考验，而不至于遭受患难和逼迫的时候就跌倒了，就不信了。第二个，听到却不行道，是经不起考验。在我们的人生，若是以主之外的办法和意见为根基，是经不起试验的，而这将来所受的亏损可能会更大。另外，耶稣也提到两类的教训，一类是文士的教训，他们是属于道理、字句或者是知识性的；另外一个是主的教训，话里面带有什么权柄呢？一个是知识的，一个是有权柄的。所以我们的话若是出于主，我们所说的是带有权柄的；或者呢，我们只不过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，说道理、知识而已。我们看天国子民对待人的原则，耶稣教导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舌，不要随便论断别人。我们不可以将个人的主观情感偏见来掺进客观的事实里面，所以对别人施以恶意的评断。一般人之所以会批评论断别人，是因为不认识自己的败坏。越认识自己的人，就越不敢随便来论断别人，对人也会越宽大。另外就是要有寻求主的心。我们若要与人有正常的关系，就要与神有正常的关系。借着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过着倚靠神、与上帝有亲密的连结、交往的生活。第三个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实行主的话语。他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一设身，就是处地的为别人着想，这是天国子民对待人的原则。你对待人的方法，乃是根据要人怎样待你，不是根据人怎样待你。我们的思想选择进窄门和进宽门，在生活方式上有什么不同呢？想看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真的要很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，但是因为有你，我们一无所缺。感谢你赐给我们有选择权。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要审慎地做出决定性的抉择，因为这些的抉择将会影响我们成为天国子民的身份，而我们的身份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。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，使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抉择上都是分清是非，选择合乎您的心意。让我们做的决定就是属神的决定，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诫命，让我们的生活成为荣耀和悦纳的见证。愿我们所祈求的能够得蒙垂听，也得着你的恩典赐福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在所需要的上面能够祈求就得着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